来看18支五股，即上一个驾驶伫生态路顶头，连续去弄到10台的汽机车。伊向警方表示讲，伊的身体无爽快。前几天泰山的民治路嘛，阁有一个驾驶，嘛去弄到路边13台的奥多拜，阁去弄到路里2台汽车。虽然这2架车祸的驾驶拢无啉酒赛车，也毋过警方是怀疑讲可能有食毒，嘛已经送验了。 这台白色的轿车伫路西甲摇摇摆摆，启动到头前的交通牌啊，车头赶紧回正。不过规路拢安尼摇摇摆摆，甚至弄到头前的车，行路路换袂在，车身规向正边偏过去。路边几落台奥多拜规排倒伫咧涂骹，拢是由这台车弄到的。代志发生伫咧新北市泰山，警方调查发现，这个21岁姓区的查甫人，14暗10点半，车驶伫咧明治路二段。 去弄到11台奥多拜了，又搁弄到2台驶经过的车，好佳在拢无弄到人。不过，互伊弄到这2台车，其中一个人被测出酒测值是0.15，因为警察认定是伫咧坑道范围内，所以无开单。所幸现场无人伤亡，肇事男子无酒驾情事，但不排除有毒驾情事，因此我们依规定采集尿液送院。 警方伫接到报案了，遂派人到现场。伫找陪警方处理的这件案件，刚好也是车去毁掉。代志发生的所在伫咧5股的生态路，这台黑色的轿车启动到路边10几台汽机车，连续这2件案件，驾驶拢无酒驾，有人讲身体无爽快。不过警方无排除是毋是有人食毒，已经将伊的尿送去检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